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7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创世纪第25章19节到27节，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婚约。圣经内面时常用婚姻，也是咱咧讲婚约的概念，来讲到这个上帝甲人的关系。为什么特别用婚约来讲到信仰中人甲上帝的关系？那关于这点，咱必须要对以色列传统的婚姻文化来了解，才会当真正确的明白婚约的信仰意义。伫新约福音的中间，讲论到所有甲结婚的代志的譬如，基本上拢甲这个有关联的。咱亲像讲到迦纳的婚宴，约翰福音第2章11节到12节，来讲到新约。来讲到大宴席的譬如，马太福音22章第1节到第10节，另外嘛伫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圣经讲到耶稣基督为着咱避难所在，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14节。讲到10个童女，10个查某囡仔，这是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13节的经文。伫圣经中间讲到杯，路加福音22章20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马可福音14章22节到26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5节。圣经的中间讲到迄个日子、迄个时，是马太福音24节36节到4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到37节，路加福音17章26节到30节，34节到36节。约翰福音14章第3节讲到主要过来接咱。以上等等这的拢是用以色列婚姻的传统来讲人甲耶稣基督迄种婚约的关系。婚约关系伫犹太传统内底是非常的严真重要的一项事。咱今仔就要来用杯先来分享啦吼。现在基督徒对伫这个杯的概念，可能拢留伫这个圣餐的礼仪内底，这是无毋对。但是事实上，这个杯是对犹太传统的婚约来。当这个准新郎呢，甲伊的老爸去到准新娘的家去讲论着这个婚姻的代志了后，一旦因将这个婚事的内容真确定来讲完了后呢，这个准新郎就会甲两方啦两方就会有一寡真重要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的约定就是对杯来互相敬酒，因来借着安尼来立因的誓约。新郎的准新郎的老爸甲准新娘的老爸来对杯。准新郎甲准新娘因家己来交杯，
其中上重要的意义，就是准新郎对伫准新娘讲：，这个杯是我用火甲你所立的约，我各自用我的性命来誓约，用性命来疼你，来保护你。所以，伫圣经内底所有有关婚姻的记载，拢用这个基础顶悬来谈论，也就是讲，这个新郎耶稣基督用伊的性命来甲新娘基督徒来立约，愿意用性命来疼新娘基督徒。以撒就好那亲像伊老爸亚伯拉罕共款，虽然伊的太太袂当生育，因犹原持守着迄个性命的婚约，愿意疼伊的家后，亲像家己，并无因为是毋是会当生育来改变。咱这个经文伫创世纪25章19、19、21节的经文的记载，咱也有看见，这个以撒因为着伊家己的太太利百加，伊无法度来生育，来祈求上帝的代志。以下是有关亚伯拉罕的囝以撒的记载。以撒40岁的时阵，甲利百加结婚。利百加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兰人比土利的查某囝，列班的小妹。因为利百加伊无法度生育，以撒就替伊的太太向上主来祈求，上主答应伊的祈求，利百加就怀孕了。虽然后续的记载是有关兄弟两个人的纷争甲冤家，但是以撒对伊的太太的疼，却是忠实的。使徒保罗对伫罗马教会基督徒也有济济的勉励，特别是伫迄个婚约的关系顶悬。保罗面对这个有希腊法律常识的罗马人，伊就对迄个法律的观念开始攻击。但是伊的重点是对安尼观点角度论到伫婚姻的关系，然后再进入伫迄个信仰的赞处。伊甲耶稣基督共款，用当地的人常用以明白的事以及譬如来谈论着信仰。上落尾，伊就是提到着基督徒甲耶稣基督的关系。保罗讲：兄弟姊妹啊，恁拢是捌法律的人，所以恁一定会明白我所要讲的。法律对人的约束是活地的时阵才有效力。举例来讲，一个已经结婚的妇人人，只要丈夫活地，受伫法律的约束的下面，伊丈夫死啊，伊就无搁再受一种法律的限制。因此，丈夫活地的时阵，伊若是甲别个查甫人同居，就互当作是淫妇。如果伊的丈夫死啊，伊伫法律的顶悬是一个自由的人，是要搁甲别个查甫人来结婚，就无搁算是犯奸淫。兄弟姊妹啊，恁的情形嘛是安尼。伫法律上，恁已经死啊，因为恁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现在恁属伫迄位对死搁活的主，阮会通好好来为着上帝工作。当阮还阁是照着人的本性活地的时阵，摩西的律法激起咱罪的欲望，伫咱的肢体中间来发作，结果是失望。
但是现在法律已经无法度拘束阮，因为对管束咱的法律来讲，咱已经死啊，所以无搁再照着法律的规条，迄个旧的方式，咱是照着新的圣神的指示来侍奉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互遮个信伊的人，拢因为伊的救恩的恩典，无搁再活伫迄个法律的拘束。因为对法律来讲，咱拢因为救恩死去啊，搁伫迄个救恩的中间来领受着属灵生命，甲基督同过活。求主来帮助阮明白伊救恩的恩典，并且领受甲耶稣基督所立的迄个婚约的恩福，蒙恩得救。诗篇45篇第10节到17节，查某囡仔着听斟酌听，详细想，着袂记着你的百姓甲你老爸的家。王会乱无你的水，伊是你的主，你着顺服。太尔的人民会来送礼物，百姓中的好野人会来对你求温情。王的新娘伫宫内非常荣华，伊穿金线绣的礼服，伊穿绣花的礼服，互人带到王的面前。判价会在昔女对伫后面，嘛来到伫你的面前。因欢喜快乐，互人带入去伫王宫。你的子孙会接续你的列祖，你要设立因伫全地来做王。我要互你的名代代要纪念，万民会永永远远来称赞你。感谢上帝听从阮，亲像听从新娘一般，用生命的誓约听阮到底，甚至为着阮来牺牲性命。求主帮助阮也谨守甲你的誓约，愿阮成做一个忠心的军队者。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